台北市立动物园前几天对日本接来一只马来貘英雄，结果这只马来貘送来台湾的时，已经不幸死亡啊。经过解剖，初步判断这只马来貘死亡的时阵，体温压到41度这么悬，主要是因为这紧闭引起规身躯循环衰竭等等，才会死亡。热的紧迫造成的一个全身循环性的一个障碍，跟明显功能的一个障碍引起的肺水肿死亡。日本横滨动物园2岁马来貘英雄，原底要来台湾进行核验的交流，结果煞伫搭飞行机来台湾的路人死亡。我们先发现就是地上有一滩血迹，所以我们就赶快透过观察孔去观察动物的状况。将近12点的时候抵达动物园后，开箱后确定就是动物已经死亡。动物园指出，会当确定英雄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，有身体无爽快甲滚量的情形，不过无法度判定经过偌久的时间。台北市立动物园甲台大兽医学的专家23甲解剖，初步判定是温度甲湿度相悬引起的微分子循环衰竭、凝血功能障碍甲气灌水死亡。那以正常的体温36至37度来看，英雄死亡的时阵，伊的体温核心的温度有甲41度。41度就是很夸张的温度嘛。我们大概没有任何哺乳动物可以在40度以上撑那么久，但是41度是不是就是死亡时候的温度就不一定哦，它可能是之后包括细菌发酵，温度会再度拉高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引起紧张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整个运送过程摊开来。马来貘英雄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病死，是真罕见的案例，会将做未来动物交换里程安排重要的教材。因伫咧全球物种整合保育的趋势之下，后续也是甲欧洲、日本等等国家的机构展开动物族群拍种保育的行动，嘛强化每一个部分来降低物种伫咧国际运输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